達維克就會挑戰用10條問題估一套香港電影。我要答你 yes 同 no。係咪港產片？係。過唔過億票房？唔過。係咪2000年打後嘅電影？係。有冇周星馳啊？冇。係咪喜劇？唔係喜劇。係咪古裝？唔係。係咪過去10年嘅電影？超過咗10年。有冇劉德華啊？有。係咪新年成日會播嘅電影？唔係。即係嗰啲好沉重嘅戲啦，好多喎、我係咪淨係可以問係同唔係嘅問題？你呢條係咪一條問題？唔係，sorry，個女主角係咪歌手？哇！嗱，我俾多啲 information，半演員半歌手，佢有1-2首歌，我哋呢個 generation 都識嘅一首咯。哇，好難喎、但係你知劉德華係啦，佢產量好多啦，又唔係古裝喎、即係唔係嗰啲咩老鼠愛上貓啊，又唔係賭乜賭物啊，又唔係佢有一套係講佢同劉嘉玲嗰套古裝係乜鬼嘢？係啦。佢有同 Matt Damon 拍過添啦。嗰個係長城啊嘛，跟住佢有一套係講佢係機械人啦。你係咪佢 fans 嚟㗎？乜警察咁樣㗎之類。我有啲印象。哇，好難喎、喂！其實佢好多啊。到邊個？我有冇俾多個 tips？ tips 你啊！近排嘅 shot 未出嘅，但係有 mention 過另一個女主角嘅。 70後。 70路啊，唔係70後啊。 70路。哦，桃姐。Yes。Oh my god。